欣然一下终于出道到20年的阶段，然后拿到了女歌手的心情，很感谢，然后很开心，就是一路上就是帮助我、支持我、爱我的人也感到开心，因为刚刚收到很多讯息，大家都很替我开心，所以我也很开心。从清风的好朋友清风的手上，你们两个在台上是不是有一些言语的互动？对，有一些口语，不是口语啊，感觉像口角，就是我们有对用口型，因为我们不能拥抱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上台看到他我就泛泪，然后他也泛泪，我们就两眼泪汪汪的，就是对对方说我爱你，觉得在他手上拿到这个奖，就是特别有意义，特别开心，在爱的人手上拿到，特别有爱。今天晚上会有什么样的庆祝方式吗？现在都已经几点了，都快要早上了，还有晚上啊？等一下就是要开心的吃喝。好姐妹们有祝福你了吗？有，他们有祝福我了。然后 Selina 很可爱啊，她就是盛装的，现在在等我。对，开心有一个电影明星的朋友要帮我庆祝，毕竟他最近在拍电影。五专大家非常的喜欢，那六专呢？会不会有谱？会不会因为得了奖，加快你做音乐的进度？当然不会，就是顺其自然，按照自己的步伐。但是还是爱唱歌的女孩，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唱，然后可以有好的作品，然后可以，对啊，就是希望可以还是有新的作品，不管是专辑或是单曲。接下来有没有想要去爬哪一座山？粉丝可以看到你。我当然不会告诉你们我要爬哪一座，但应该是从小的山开始练习起来，因为有一段时间都在居家防疫，都没有去外面，所以已经好久没有爬山运动了，所以可能从小的开始练习。最后一题是妈妈，她怎么支持傅凯，又怎么支持你的？这个今天她支持的那一段过程，你可以分享一下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是傅凯得奖，我真的比我自己得奖好像还要开心哎，就是我当场真的是跳了起来。然后妈妈应该也非常的开心，对，妈妈今天应该对，是不是有一个开酒的过程啊？哦，对，妈妈就是傅凯一得奖，然后他就拿出酒来，然后他就在讯息，就是说等我得奖他才开这样子，所以妈妈开了酒，而且喝了酒。